气候变迁，全世界是热血气，为着要完成这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，台湾博物馆举办未来建树影响地球环境展览，希望和民众认识到这气候变迁的问题，斗阵来思考学习要安怎救这粒长咧烧烫烫的地球。 阿嬷甲孙仔用手机拿过关，拿思考要安怎解救这个破病佮发烧的地球。阿嬷想着过去，常常甲姊妹伴去溪边耍水、掠鱼啊，迄当时是足快乐的，水嘛足清气的。为着要留互孙仔一个清气、健康、欢喜的囡仔记忆，伊带孙仔来看展览，学习思考要安怎保护地球的环境。细汉的时，阮拢会去学校诶国小边啊，伊拢有溪水，然后掠兔丸啦，水拢真清。因拄着咱的环境已经毋是阮迄阵啊拄着的，所以这个环境应该咱爱好好甲它保留落去。很多动物都误食塑胶，然后海洋被垃圾污染之后，垃圾可能会比鱼还要更多。为着要吸引囡仔关心地球的问题，台博馆用简单好明白的方式举办未来建树影响地球环境展览，将气候变迁的问题变成游戏关卡，让小朋友会当拿过关、拿学习，思考要安怎解决地球破病的问题。地球面对的问题其实是真多啦吼，包括这个气候变迁啦吼。 啊，阁有即个生态自然的保育，互参观的民众也是小朋友，会当透过即个互动的方式，共同来保护咱的地球。根据国科会环境部的报告，若是放任排碳，甲2099年台湾热天恐惊会变成这个月遐尼长，高温36度的工数嘛会增加做75天。为着要留互后一代清气的地球环境，台博馆希望会当用展览结合环境问题，互大人囡仔会当对生活中做起，斗阵减碳，完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